專業屍體對話，敏感真相解碼，畀個機會等我對你操勞10分鐘。大家好，我係驗屍官，歡迎大家嚟到抽絲剝繭2.0。我發現呢，近期大家都相對於比較熱衷去討論一樣嘢，嗰樣嘢就係邊啲工會被 AI 所取代嚇。咁喺網上咧都會見到有一啲數據啦，同埋報告啦，甚至有一啲排名先後嘅一啲表格啦嚇，我都有睇到啊。但係我想問翻你一樣嘢，嗰樣嘢就係其實你係真係驚 AI 嚟取代你啊，定係你終於醒悟到原來自己一直都係嗰個可以隨時被換走嘅人啊？嗱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啦？嗰啲好似最容易或者叫最危險嘅嗰啲工種啦，其實佢哋都有一啲相關嘅共通點嘅嚇。嗱，首先佢哋可能係具體嘅工作內容啦，可能係可以重複嘅，同埋甚至有一啲係有埋說明書嚇，可以話俾你聽係可以標準化嘅，甚至有一啲可能直接係可以流程化添，唔單單淨係標準化啦。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喺嗰啲報告裏邊，或者係嗰啲數據分析裏邊提及到嗰啲相對危險嘅工種，例如好似客服或者係文員啦，仲有 admin 或者係啲相對 basic 嘅一啲analyse 嘅呢啲咁樣嘅工種嚇，甚至有啲人仲要講係有啲寫稿都可能係唔得㗎啦。OK，佢哋都係被列為一啲相對危險嘅一啲工種。咁見到呢啲嘢嘅時候，可能你會覺得，個罪魁禍首就係 AI，因為啲 AI 可以做到嗰啲嘢，係 AI 嚟取代咗我。但其實唔係，個罪魁禍首唔係 AI，因為呢啲工種喺一開始嘅時候，佢哋就已經處於一個相對低價嘅市場入邊。嗱，你以為個 point 係因為 AI 嘅入侵令到你 cheap 晒，又或者令到嗰啲工種 cheap 晒？但其實個真相係個 market 一早就已經將你同埋將嗰啲工種定好咗個 price。咁 AI 只係加入咗之後，令到呢個 price 可以講得更加透徹、更加清楚，話俾你聽嗰樣嘢就係 cheap 嘅。所以就算你真係有三頭六臂都好嚇，其實個關鍵點係來自於你身處於邊一個位置。如果你做緊嘅嗰啲嘢，嗱，任何人啦嚇，train 佢可能大概一頭半個月都可以上手啊。當然唔一定係個 expert，可能一頭半個月都可以上手嘅話咧，咁其實你嘅對手就唔單單淨係人或者係 AI，而係做到呢樣嘢嘅任何存在。嗱，返工，我哋每一個人都知道，其實係用緊個時間嚟去換取自己嘅收入。然而，你嘅所有嘅產出，其實有冇機會係拎去講數嘅咧？嗱，如果冇嘅話，咁你就要問翻自己一個問題啦。咁你同個機器有咩區別咧？有一個區別，你貴過部機器，但偏偏我哋嘅 market 從來由古至今從來冇鍾意過貴價嘢。所以一乜解救你會開始驚咧？係因為你終於可以意識到，你根本就唔係俾 AI 去捏住你嘅春袋，然而只係俾個現實呢塊照妖鏡將你自己照咗出嚟。
AI 只係嗰塊照妖鏡嘅鏡片本身，而鏡片其實係冇任何殺傷力嘅，呢個大家都好清楚啊。所以其實你驚嘅唔係塊鏡，而係鏡入邊嘅你自己。你以為 AI 係嚟取代你嘅，其實佢嘅出現只係證明咗一樣嘢，你本身就企咗喺一個可以隨時被換取嘅位置上邊。可能啦，未來真係 AI 可以好勁抽下，無所不能。但係其實佢都，我相信做唔到，佢自己應該都唔可能做得到一樣嘢嘅，就係幫你轉位。如果你一直都係處於一個相對低價嘅市場入邊，你用一個幾勁抽嘅工具都好，到最尾你都只不過係一個識得用呢個勁抽工具嘅好 cheap 嘅人而已。所以到時候咧，就真係可能好似阿子華講嘅嗰樣嘢啊，你有3個 C 啦 ，cheap、cheaper、cheaper。所以最後，如果聽日 AI 冇咗嚇，徹底冇咗嘅話，你會仲剩翻嘅係能力啊，定係可以被任何人去頂替你嘅位啊？好啦，呢度係抽絲剝繭2.0，我係驗屍官。AI 時代，我哋慢慢拆。